各位早晨，早晨，又歡迎收睇星期日早上播出球迷世界節目。喺香港舉行嘅亞洲杯外圍賽嘅賽事咧，已經咧係全部結束啦。結果咧，中國隊大熱出線。中國成為咧小組嘅冠軍咧，其實非常之合理同埋公道啊！因為無論喺實力啊同埋準備方面咧，佢哋都做得比同組嘅香港、澳門同埋菲律賓好嘅。咁而我哋香港隊咧，其實咧表現唔曳㗎，尤其咧喺最尾嗰場咧對住中國，咁啊亦都係可以話打出近年嘅代表作。嗱，立即咧同大家重溫下呢場比賽先。嗱，着喺白衫白褲嘅左攻右嘅咧就係中國隊啊，紅色嘅咧就係香港隊嘅。咁啊，而家見到咧呢個11號嘅高峰扣得兩扣咧，陳偉超咧飆埋一撞，將個波咧係撞出界，兼咧就係撞跌咗咧呢個高峰添。咁啊，因此咧球證吹罰，彭偉國主罰呢個罰球，哇！呢下都險啦，范志毅升到盡咧，頭槌咧係作埋去。咁啊，可惜咧頂唔中目標，如果頂中的話咧，我相信都幾難救啊呢個波啊！嗱，睇睇啦，佢跳升嘅時間好準啊！升定停咗喺空中啊，等個波嚟頂㗎。啊，呢邊咧最左手邊嘅咧戚務生啦，總教練戚務生。好啦，咁啊中國隊咧係佔盡優勢㗎，喺呢個上半場嘅比賽可以講得話，陳志強咧又拱跌對方喎，今次咧，咦？球證咧又再度咧俾一個罰球，咁啊撞跌咗咧呢個郭海東啦。咁啊陳志強犯規，又再度咧由彭偉國咧主踢呢個罰球，斬埋喺中間，又係頭槌頂到。咁就中國隊咧開波之後咧，佢哋嘅攻勢咧仍然咧係採取高空嘅戰略啊，不斷咧高空波咧係轟埋去對方嘅門前咧，俾啲高佬咧去頂頭槌㗎啦。呢一次咧第二次咧頭槌攻門㗎啦，又見到呢個高佬嘅范志毅咧就係頂頭槌啊，兩次都係佢啊。好啦，而家輪到巴貝利咧攞到波啦，睇點啊？嗱，彈過另一位兩勾兩，俾唔俾佢咧？唔得，又將個波咧撞翻後山道士，山道士試射啦，射唔中目標呢個波。咁啊對歐彩狼嚟講咧就毫無威脅㗎。咁山道士呢個冷箭都放過呢邊廂啦。林建明啦、莫邦棟啦、鄧家雄啦三位咧係領隊，香港隊嘅領隊。好，又見到山道士高波咧係斬埋喺呢邊，跳到盡去頂啦，頂唔到啊！咁啊頂波嘅就係顧錦輝啊。咁啊顧錦輝咧10年前519之役咧，佢曾經咧係射入奠定勝利一球波咧，就係擊敗中國隊嘅。呢個就係曾偉忠咧，就係香港隊嘅臨危受命嘅教練啊！咁上半場咧，大家打成平手喎，即係話香港隊咧喺個穩守方面咧做得咧係唔錯嘅。哇！呢個波跌喺地下，好啦，中國隊咧落到底線，咁啊好彩咧就係下半場入替嘅後防球員吳振聰咧都用個身擋翻呢個波出翻嚟，咁啊郭海東咧當時係出咗個波㗎嚇。上半場防守就做得唔錯啦，0-0嘅紀錄，但係0-0咧於事無補啊，一樣都係中國隊咧以較佳嘅得失球會出線㗎。嗱，角球開出又如何咧？呢個波卒之咧又係俾4號嘅范志毅頂到啦。嗱，如果大家觀眾咧記憶猶新嘅話咧，記得上半場2次嘅角球開出咧都係範志毅頂中嘅。咁啊下半場呢個角球開出咗之後咧，又係俾佢頂到啊，咁啊仲埋入埋添。咁就香港隊咧真係好難打啦。嗱，彭偉國開出個角球。接應咧就係4號嘅范志毅，今年咧甲級聯賽嘅神射手嚟㗎，亦都係中國嘅足球先生。呢個波咧就完全咧冇人咧跟到佢啊，俾佢搶咗出嚟咧，衝出嚟咧係西埋個波，亦都係頂得好靚啊！咁啊領先一球啫，中國隊咧就可以講話咧就其實出線嘅機會咧係相當濃厚，因為咧就算打和咧中國隊都出線㗎。咁啊岑國培咧亦都有個犯規。守門員呢就係陸家榮啊！咁呢場賽事陸家榮咧打得相當之好啊，係香港隊嘅11個球員當中表現最出色嘅一個。我哋睇睇咧佢咧係預備咧救呢個波點樣救啦？嗱，呢個波雖然咧撞到咧對方球員啊，撞到自己球員啊，改變咗少少方向啊，但係陸家榮咧依然咧臨危不亂啊！一轉身咧將個波係救到，咁啊難怪咧在場咧21,000幾名觀眾咧都報以熱烈嘅掌聲。嗱，睇呢個波一趟埋去，啱啱好咧俾佢拍到係有省到你自己球員咧改變咗方向㗎。咁頭先射波咧就彭偉國，咁屬於咧廣東太陽城嘅球員。嗱，郭家明咧519之役咧就擊敗咗中國啦。今場咧就係座上客啦。哇！山路士呢個波咧係踢唔中對方球員咋。好，呢個波彭偉國再送落去，咁啊睇睇魏群上到嚟，哇！魏群咧呢個右後防球員咧上到嚟咧都唔諗啦，即刻咧掟埋去啊！咁啊但係咧咁嘅射門亦都係俾陸家榮咧另外一次表演嘅機會啫。由於咧香港隊咧下半場咧落後1球啊，咁而中國隊咧就踢嚟咧更加輕鬆啊，所以咧就後防球員都頻頻助攻，就出現咗呢啲咁嘅場面啦。嗱，呢個波魏群射埋都幾勁下㗎，同埋咧呢個波佢幾陰濕，好多時以為佢會扯出嚟啊，佢係突然間轉方向咧射埋添。顧錦輝呢個波係失咗啊，咁啊睇下再回縮咧俾呢個蘇茂津啊下半場咧後備入替嘅球員啦。
咁啊單對單咧，佢哋中國嘅球員咧過波好有把握，跟住射埋靚啊！但係可惜係撞牙撞柱出界嘅啫。咁啊睇嚟中國隊咧就越打咧越輕鬆喎。蘇茂津射呢個波咧都頗具功架㗎，呢個波睇佢扯拉西埋去啊！如果落多少少西咧，就係中內柱咧會彈入網㗎。咁就白衫嘅中國隊咧仍然咧就係1-0啊領先緊嘅。咁而家仍然咧仲想繼續咧增添入球喎。啊睇下點啦，海東揚兩揚，然後咧俾過嚟啊！呢邊咧3號嘅姜峰位個直線，哎呀莊越位失敗啊！俾呢個魏群咧就係中間嚟一個突破，叫橫個波咧避過埋咧陸家榮，然之後咧送入空門，2-0啦！兩球波咧贏緊中國隊。右後防嘅魏群咧係建功呢個波，好啦，而家先見招募生咧有啲笑容啊！咁呢個波咧純粹咧就係香港隊嘅守衞莊越位失敗嘅，得嚟咗腳冇越位嘅呢個波。咁啊魏群咧浪前，陸家榮出嚟咧叫橫個波，避過咗陸家榮，然之後咧掃把腳咧慢慢咧趟入個空門。仲有一次慢鏡，姜峰俾呢個波亦都好靚。突破咗呢個越位陷阱之後咧，黐低個波過埋守門員，送入空門，2-0中國隊咧兩球波在手啦。咁啊已經咧係穩操勝券㗎啦呢場波。咁啊結果咧呢場波咧就係2-0嘅紀錄，中國隊咧係出線㗎。咁啊總結咧亞洲杯外圍賽第2組成績咧，中國隊3戰3勝得9分係獲得出線權㗎。